朋友早，欢迎收看11月28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初心。咱台湾昨做一个增加14站带病入境染到武汉肺炎的患者，其中印尼的外国劳工就占13站，甚至搁牵连伫飞机顶群聚感染，挖进烧话。另外，咱台湾自美国的代表处有9个人治病，引起指挥中心关心。今日甲驻美代表萧美琴利用网络镜头会议检讨防疫措施，这也是疫情爆发以来指挥中心头一摆对外交代表机构进行卫生教育。国内新冠肺炎一日增加14例境外移入病例，创下7个月以来一天内底确诊新冠纪录。案例640是本国籍30外岁男性，长期伫美国工作，在1月20回台探亲，入境时无症状，伫厝检疫期间出现冷痠、脑疼这症状，通报卫生单位采检了才确诊。另外13例是印尼籍女性移工，年龄在20到40外岁。除了案例627是11月11入境来台。其他12个人拢是11月12入境，而且13名确诊个案内底，除了1个人有症状，其他拢无症状。一直到14天，伫厝检疫期满前采检才确诊。特别注意的是，12入境的12个人，甲进前确诊的案例607是坐同一个班机来台湾，所以案例607比例做这个班机互相烧话机票个案。他是在入境后2天就发病哦，当时验出来的病毒量也是比较高的，他的 CT 值只有21哦，所以这位也是回头看的话，那应该是属于传染力比较高的一个指标个案。另外，咱国驻美代表处团署有9个人确诊新冠肺炎，任务大厅暂时关起来，申请也全部改邮件办理。虽然驻美代表萧美琴最新的采检结果是阴性，不过依然引发指挥中心的关心。27早起赶紧甲驻美代表萧美琴这人看海视讯，检视相关的防疫做法。这是疫情爆发以来，指挥中心头一摆甲外管进行线上的卫生教育。已经确诊的这些管员眷那是不是要注意哪些身体上？以及就是说环境消毒，还有如何跟其他的同住的家人能够适当的区隔，不会造成交叉感染这些事情呢，来做一些回答问题解惑哈。指挥中心强调，为了加强边境检疫，对下礼拜2 12月7日开始，所有旅客必须有3天内底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才可以入境，移工检疫政策也会随时来检讨。因应秋冬防疫专案实施，代替高铁拢宣布，对12月开始，即要进入车站大厅，就必须爱挂吹暗。身体体温超过37度半，就可能伊等于厝的休困也是就医，并且拒绝运送。记者自鸿报道。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自12月初1开始实施秋冬防疫专案，民众入境拢要附3天内的检验报告。不过，这站互人质疑违反宪法。指挥中心伫昨暗回应，这项措施毋若符合法律的保留原则，也有明确根据，并无违反宪法。也因为昨增加的病例有12人分别来自印尼无共所在训练所，指挥中心宣布，搁再将原2间训练所的外国劳工入境。国内新冠肺炎确诊27新增加的14例内面，有13个是来自印尼的女性移工，其中12个加这个月18确诊的按607，坐同一台班机来台湾。指挥中心认为是共机群聚，因为这12个人伫印尼是无共训练所，所以搁再暂停2间训练所的移工入境。比事先公布的4家又新增了2家，分别是训练所 L 跟训练所 P， 然后各自有相关的3名跟2名的确诊病例，所以劳动部这边已经决定呢，要暂缓这总共6家的这个训练所呢来入境的这个移工。境外移入个案增加，指挥中心宣布12月初1开始实施秋冬防疫专案，其中旅客登机要附3天内核酸检验报告，被质疑违宪。指挥中心回应，这是有效达成防疫目的的上税侵害手段，无违宪。要求旅客出示这个检验报告呢，是有这个法规的依据，包括说有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的这个规定所以是有明确的法源依据，也符合法律的保留原则，所以目前认定是没有违宪之余。指挥中心希望民众会当遵守秋冬专案的规定，确保国内防疫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卖。首先来看联合报。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今夜经组长互人指控接受厂商招待，叮当劳动基金和业者做伙查股票。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台北地方检察署也甲牵涉乌西同齐查股价公司主管掠盗案，案情继续分解。转落来看《苹果日报》，一名姓丁的男性锁定新竹县台北市热门建案。借贷李销售的名义招人客落订单，所以因为无法度保证买有或者是依期约定的绩效，定定纠纷，互民众投诉。消保官是认定这名男性违反消保法，罚金重罚120万。上尾是自由时报12名香港青年赴中国海警指牵涉偷渡台湾，加因扣押高达97天，加上委托的律师也无法度看到当事人。深圳公安伫昨公告案件大落，12人牵涉组织偷越边境的这罪名，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相当判罚无期徒。来讲，卫福部嘉义病院麻醉科的主任陈庆辉，因查某囝伫南韩修女予啉酒赛车的驾驶员弄死。陈庆辉甲南韩总统府青瓦台请愿，希望搁再修法加重刑责。请愿不到5天，今日透早已经超过20人人数，但南韩政府就针对这站人数正式回应。感谢每一个朋友，每一个帮助我们的人，让我们能够达到20万连署的门槛。感谢参加连署的人，伊是卫福部嘉义病院麻醉科的主任陈建辉。伊为了查某囝去南韩读博士，结果被找人伫咧首尔，和啉酒开车撞红灯的人弄死。尾啊，开车人有写批互因翁仔某，毋过拢无讲伊有酒驾，敢若是要盗骗责任。所以23去南韩总统府的网站请愿，希望韩国政府修法，搁再加重酒驾的刑责。我们希望以林的死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免于这种家庭破碎的痛苦。我希望韩国政府能够以这个来修法，出更严厉的惩罚给酒驾的人。但韩目前酒驾的处罚比台湾较重，屡犯出代志会当处2年到5年，或者是1000万到2000万罚金。若无死伤，爱吊扣至少3档；若是有死伤是5年。南韩伫2019年6月有加难过一遍酒驾处罚。酒驾只要造成别人受伤，会当处1年到15年的徒刑，或者是1000万到3000万的罚金；若是造成死亡，就是3年以上，甚至到无期徒刑。陈庆辉翁仔某为了查某囝发动连署，无到5天就已经超过20万份的条件。青瓦台政府就要针对这个连署做正式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健保的财务强要破产，卫福部健保会伫昨，搁再召开临时会，毋过讨论3点钟也是无共识，决定甲汇率起价2种方案，拢报予卫福部去决议，才来交行政院去核定。可能每一人每个月大约就加纳100块，也卫福部上紧伫后礼拜就决定健保的汇率实际来起偌济。健保有估伫上华马年底会亏损超过771亿，安全准备金会无够1个月，达到调起保费的标准。卫福部健保会立即开临时会，3点钟久的讨论也无共识，最后决定第一遍甲2个案件并陈，提出2个版本，分别是4.97%甲5.47%到5.52%之间，报卫福部请行政院核定。今年因为那个经济的部分的影响，还是觉得还是必须考量，所以就干脆两岸去做并陈啊。所以两岸并陈是最后委员一起的决议吗？啊，是的。若是单身1个月投保金额4万2，即嘛汇率4.69%，保费590亿；若起到4.97%，爱加纳35块。一个月4人的保费是2505块，就要加141块。若是5.47到5.52%之间，单身的要加纳92到105块，一个月4人要加纳393到418块。健保会提出2个版本，卫福部也提出无同版本送行政院。健保会委员讲，卫福部长陈时中问大家意见，大部分拢支持爱起。其中一个4.97的费率也没有不好。但是呢，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得面对111年费率必须再往上调一次的这样子的压力。我想由部长来采，不管2个案、3个案，我相信他压力一定很大。
为什么决定两个案件做连送？检部会讲有19位委员连署支持4.97，考虑到疫情的影响，避免加重民众的负担。不过后年也该调起一遍，有12位委员支持5.47到5.52%，会当当2年到111年年底安全准备金到2个月以上。卫生部上紧后礼拜确定。记者综合报道。观光局宣布，将伫12月到明年1月办理冬季平日团体旅游的补助。只要旅行社伫平常时办理2天1暝以上的行程，逐团会当领到15000块。也阁关市阁有另外加添的优待，就是望要刺激国民旅游伫冬天出外游览的意向。疫情冲击观光产业，安心国路方案补助伫10月底结束了后，拄是小月开始，产业界烦恼歹过冬。交通部观光局宣布，会伫12月到明年1月之间办理冬季平日团体旅游补助专案，来延续安心旅游制度，也鼓励旅行业者转型经营国路市场。12月到1月就是针对团旅的部分有些补助方案，它做法也会跟之前的这个安心旅游略有不同。根据观光局公布专案，团体旅游爱伫2天1暝以上，而且爱安排伫平常时，每团奖励15000块，各县市也有加码。每间旅行业申请上限15团，按算观光效益延到69亿。业者表示，补助虽然因增加民众出佚佗意愿，毋过伫农历过年前的小月，因平常时出去的团体无济，确实要搁就散客对中小型旅行社来讲，帮助其实无大。现在过年前后，有能力在平日出游的人数，其实会比之前，因为之前是报复性的旅游，都要去借钱来发薪水，然后付房租了，怎么还有多的时间跟力气再去想说我要怎么做行销，怎么去做设计？平日的部分去旅行，才不会造成就是假日有旅客太多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就是人次的分流这一次是有做到的。学者认为，即摆做法分线平常假日金条，甲以前做法无同，加上鼓励县市加码补助也有帮助。不过政府补助对业者来讲是上命，毋是福利。后续的效益也是靠业者的创意才能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南亚立委长第13摆组党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台报告，甚至伫议场隔迪巴内。立委三拍，场面是真混乱。也苏贞昌坦率上台5分钟内，甲报告完毕。但立法院内阁有700外的草案，因为南亚组党议事袂定袂当。第四日也牵制南亚的作为，正做国家危机。要求院会立即进行国事论坛。议场内底拢是喇叭声甲哔哔声，国民党团穿着乌衫，对现职议长苏贞昌进行第13摆典礼。因为真吵，连官员拢甲耳孔按掉咧。因为不满立法议长尤锡坤跳过国事论坛，伊阁不爱处理国民党团所提出的停尸问题，国民党立委大话停尸违法。我们主打的就只有一个，叫做苏贞昌院长上台施政报告这件事。10点18分，苏贞昌在民进党立委保护的上台报告，国民党立委趁乱刚出一桶的纸的北内，直接倒伫报告台顶面。结果国会内底，不管是倒啊，也是涂骹，四个拢是低等甲低心。委员长，各位委员先进，大家好。苏贞昌在台北内甲朝野立委相拍一个哔声中展开施政报告，5分钟真紧就报告完毕。另外，比瑞甲地震钦是拍倒伫涂骹，基进党立委单撇围，互侪名国民党立委包围。晚11点时阵，伫台北内清理完了后，立法院长宣布进行质询。时代力量立委柯显智上台，互国民党团继续用喇叭声来轰炸。柯显智徛伫个椅仔顶质询，更加谴责国民党做了小党质询。苏院长，请。到底莱猪跟非莱猪，美猪来讲的话，它的差异是什么？我想史上最荒谬的一刻，今天国民党在国人前展现出来，这是一个国家危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我们面对在野党，既然一代不如一代。民进党团召开记者会，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明谴责国民党破坏总质询，正做国家危机。批评国民党在江启臣领导的论罪帮派化，无法落实在野监督。国民党是质疑27年议会施政报告规定真凊彩违法，会反对莱克多巴胺猪肉到底。
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带观众朋友关心世界。美国总统 Trump 伫11月26日白宫甲分布世界各地美军指挥官，利用网络镜头连线会议的方式过感恩节。针对总统大选的结果 ，Trump 表示，拜登若赢选基人团票，伊会离开白宫。Trump 也宣布刷了伊要去Georgia 迄州为2位共和党的参议员候选人来做工。川普离啦，伫咧北京用视讯会议的方式，甲派出伫咧世界各地美军将领互相祝感恩节快乐。现场有真侪间媒体记者采访，是选后川普第一遍接受媒体面对面访问。It's going to be a very hard thing to concede because we know there was massive fraud. It should never take place in this country. We're like a third world country. 记者问讲，伊敢会离开北京？川普讲，当然会。所以国外迄寡提袂出具体证据，指控选举舞弊代志提出讲，讲若是选举连团投票支持拜登做后一届美国总统，会是一个错误。因若伊敢会遵守传统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伊是无讲袂也袂。拜登今日看手吉尔，李达也用影片，希望美国人今年放弃感恩节的传统，较摆规日人做伙放弃过节。We know that a small act of staying home is a gift to our fellow Americans. Yes, it's a personal sacrifice that each of our families can make and should make to save somebody else's life. 伫咧新的人事，有消息讲，拜登可能要提名前总统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唐尼伦接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另外，几多位和川普认定是叛徒而开除的，听讲也是拜登政府要考虑找对象。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疫情的发展，台湾疫情窜发后愈拖愈吃力。日本东京昨昏新病例超过573，日本政府将会观察未来3礼拜状况。疫情若是也压袂掂，可能会搁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南韩因为病院、军队、军厝感染的人数增加，连续2天超过500人治病。南韩政府会伫明仔载决定，敢要搁提悬防疫等级。南韩疫情继续拖，受到当地学校、教会、病院、疗养院、甲军队等各种自费群组感染陆续发生的影响，全国的一天病例是一直增加，25甲26分别是增加583例，甲569例。 군의 경우 단체 생활 특성상 지역 사회에서의 감염이 다시 전파되는 부대 내 2차, 3차 감염이 대부분을 차지합니다. 이에 부대 관리를 강화하여 장병 휴가는 오늘부로 잠정 중지하고 외출 또한 통제할 예정입니다. 连续2天确诊超过500人，医疗体系压力真大。当局表示，目前有差不多100个重症病人的病床会当使用，也毋过若是患者继续增加遮尔紧，有可能会发生病床无够的状况。另外，考虑到后礼拜要举行的全国大学考试，政府已经真侪届有关防疫等级，25下搁一届开会确诊，是毋是爱个有关？伫咧日本各县市有关咧继续创下一天新冠纪录，东京日市至少有570例，爱知234例，新内川。 甲兵库第26，分别是254例、甲184例，各各地军事感染发生，互当局决定要观察未来3礼拜状况。若是有关无法度控制疫情，有可能会搁一摆发布紧急紧急状态。このまま増え続ければですね、通常の医療が圧迫される深刻な状況となります。予定されている手術といったものが受けられなくなると、そういう状況がきます。 为了防止疫情，有店铺使用机器人提醒客户爱挂嘴安，保持社交距离。各地方政府嘛分别要求餐饮甲娱乐设施业者爱停止也是缩短营业的时间，互业者30万到60万日票的补助。部分地方政府阁暂时停止进行各类的补助。就连日本的宫内厅嘛宣布，明年正月初2要取消方式的新年拜见，这嘛是为调和天皇过身以来日本方式30天来头一届取消新年拜见。国视新闻陈时东编译。 看倒转来，咱台湾台南市新化旧街仔历史伫今年满100冬。今仔旧街仔西边11号厝主已经同意台南市文化局的提案来修复，甲大型的扛棒拆掉了后，旧厝的原貌搁再现光。也未来若整修好势，咱民众就通去体会有100年历史的街仔甲旧厝有偌水。
新华古街一间历史接近100年的饼店，2年前一场大火将伊个隔壁2间厝烧掉，也烧出古街安全危机感。不过，台南市文化局2019年协助修复3栋老厝，饼店也正做古街的精修典范。老厝、旧光线拢是安全问题。饼店的成功范例，更加上进前要老厝建筑的物件落落来，让居民开始思考老厝安全保存的议题。前一阵子那个泰香主妇因为师傅知道一些老线路哈，你如果不做整理的话，可能以后还会有类似的情况。所以透过文化局沟通协调，原本反对的住户也改变想法。目前有11户的厝主愿意征收，最近拢将大型的扛棒提落来，让古街元素风貌再现。这是台南市第一摆联动上侪户当时征收的案例。我们把原来的招牌都去除掉，那加上了这个夜间照明，并且我们将原本的管线还有新化老街这些最漂亮的这些泥塑的街面都做了修补。那同时就是说，包括骑楼部分也有兼顾就安全问题的那个处理。那所以这个是属于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计划。台南市文化局表示，修复里面4大重点主要就是听广告看板、结构补强、里面泥塑技术保修、改善厝顶排水。整体工程按算明年顶半年完成，相信整修了后新华古街会重现100年老厝之美。记者综合报道。1940年完工的嘉义旧薰草厂，摕到文化部的补助，要做影视基地，开放电影、电视来拍片。不过申请使用的人数是真少，都有社区的里长表示，因为地方目前拢无提供登记较好的所在，希望会当利用这个空地，让里民、让长辈来使用。在日本时代就起好的薰药厂，这嘛是嘉义市提供给电视、电影拍片的所在。阳光自去年开放到这嘛，只可能51周来申请。这嘛内底有一间办公室整理好明年要开放。那个场域就会变成，我们会跟社大的摄影老师然后未来我们有一些，譬如说相关活动会，影视音的讲座会在里面办理这样。唔是历史建筑的10号加11号仓库，嘛有按算要做清创基地。不过附近的里长讲，因这北社尾庄内底7个里拢无提供长照的所在，希望这2个仓库中的空地，会当予7个里的里民使用。那65岁以上的，差不多2000人以上啦。若准做里民里民这用起来的时阵是4、5千户的啦。这差不多有100平左右的。普通厝，这个厝会当互阮来整理，阮来使用，安尼上介好。阮这里长大家当来合作，来将这开发落好。阮这的老师大，大家会当伫这做伙活动安尼。那现在目前就是大家还在一个评估中，对，因为现在就是他假设用那块基地的话，那块基地也没水没电，对，那是不是场域安全适合里民使用，这个都还有待评估。这个薰药厂总共有3.3公顷，内底已经有10多栋的建筑通过历史建筑的登记，所落来也要开始修复。也是因基地园区目前只敢有固定的规划，而且因为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历史建筑未当有建筑方面的变动，会加减影响使用范围。部分的民众就讲，若是未来这个园区只敢做展览加上课，是不是会当搬一寡土地照顾士大人，替这附近的社区提供一寡社会福利？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观众朋友自今日开始，东北风变强，北部东半部会开始落雨。基隆、湘北的山区甲宜兰雨拍算就袂利，也未来1礼拜气温会哪来哪低，北部、东部温度上悬恐惊剩20度。也中南部的天气较稳定，毋过日甲暝气温争差较大，观众朋友要注意身体，毋通感着。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天气报。北部地区上加18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加19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加20度，上悬28度；南部这边上加18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加16度，上悬24度。
咱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